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着出大声欢喜唱歌学乐伊，着弹琴唱歌学乐耶和华，着弹琴甲唱歌的声来学乐伊，用号头甲哨角的声，伫君王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。这是咱来点击，请王派一甲王祥印。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。大港节气主要是要来陪伴迎子基督的诞生。庆祝大港节的一个方式是制作一个大港花箍，加点蜡烛来提醒咱基督所带来予世间的礼物。大港花箍包括真侪意思。花箍是圆的，代表无起头也无煞尾。互咱知上帝是无起头也无煞尾，上帝对咱的疼也是无穷无尽。绿色的花箍表示忠诚甲新生命，蜡烛的火代表耶稣基督所带互咱世间的光。传统上，大港的蜡烛的色有3支是紫色，1支是粉红色，拢代表赎罪的色，提醒咱着倚靠基督的帮赞。才会恢复人善的本性。圣诞暗暝，咱所点的白色蜡烛，代表基督的来临。今仔日，咱点着第一支蜡烛，是5芒的蜡烛。以色列百姓对先知听到上帝的应允，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传讲5芒的话，伊宣告一个弥赛亚的降临，通过伊来成全上帝的平安的应允。咱也毋望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。5芒是亲像光照伫黑暗。当咱点着即支蜡烛，咱纪念以色列的5芒，以及伫耶稣基督互咱的5芒。咱要继续伫上帝的应允中来5芒基督的再临，好听、喜乐、甲和平，充满咱的生活甲全世界。做伙祈祷，为着5芒的光，阮感谢上帝。当阮陪伴基督的降临的时，互阮会通甲别人甲三甲分享咱的5芒。阿门。这是咱三个来唱圣诗，圣诗第79首，圣诗第79首，救主疼痛纯真无限。咱起，咱来唱全首。
咱悠扬徛咧，用主道圣经接做咱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伫在世女玛利亚来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来全能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相通。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这是咱三角来启用，启用文第65篇，三角来启用。暂时也是启示录21。我有看见新的天，新的地。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。我阁听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：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，上帝要亲身。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无阁有死实，嘛无阁有哀伤、嚎叫、疼痛。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：看，我将万物拢换新。伊阁甲我讲完成啦。喙焦的人，我要将活命的水泉白白互因啉。我要做因的上帝。以上咱三角来祈祷。望愿能听阮的爸上帝，阮满心感谢学了你，通过你圣神的带领甲保守，互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，互阮伫出伫入拢得了平安甲顺遂。阮献上感谢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今仔日阁是你的圣日，特别是今仔日大港节第一主日，互阮会当阁到伫你圣殿敬拜服侍，啊，通过你的话，阁一届启示伫阮的中间帮助阮，互阮坚信阮的信仰。来毋望助你来降临伫阮的中间，愿你圣神甲阮三角伫咧，啊，通过即个聚会对头到尾拢有你的同在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阮济济事项，积极的圣神伫阮的内面，通过安尼，互阮的桃园教会徛起伫桃园，要成做光塔，照亮济济迷信的人。啊，阮忠直同心合意，伫你教会，通过阮的牧者，带阮进入社区来调和济济事项，佮引带搁一人来认捌你，加添伫阮的团契小组，成做教会帮手，结出济济美好的果子。愿你有缘赐福一遮的团契甲小组，遮的首长因的顶面，因的家庭，因的事业，以及因的心身灵拢得到健全。主啊，愿主你有缘伸出你圣的手，以及医生的医治。互遐无伫共款病痛身躯兄弟，会当一直得到医治，早一天阁恢复因的健康，回转到伫因的家庭，以及圣会阁来敬拜服侍伫你的中间。主啊，阮也看见失丧的兄弟，愿主你有缘安慰因，互因得到安慰。软正软弱的，愿主你坚固因，互因刚强壮大伫正人的面前来成做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今仔日阮也要通过张传道伊传讲的信息，互阮阁一届建立伫阮中间，帮助阮的信仰。互阮会当徛在伫你信仰的道路的顶面，有主你甲阮三角同行。但阮会恭敬将今仔日的聚会崇拜、仰望交托伫你主手中，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免。这是咱三角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路加福音第21章25节到28节。路加福音21章25节到28节。伫1月
生存伫要有灶头，伫地上立邦困苦，为着海甲影活好就纷乱。人对惊吓以及听候所要到伫天下的事就分去，因为天上又要震动。伫迄时要看见人子用权能甲大阳光坐云来，拄有这个事，恁就挺身起来，抬头，因为恁会赎回紧啦。搁来看第20个圣经，撒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第7节到13节。第7节，所以兄弟啊，阮伫一切困迫患难的中间，对恁的神为着恁受安慰，因为恁若徛在主，阮就活。阮伫咱的上帝面前，为着恁真欢喜。阮为着这个一切的欢喜，会用什么的感谢？为着恁报答上帝啊！阮每日切切祈祷。爱见着你的面来补满你的信所无够。愿咱的爸上帝，甲咱的主耶稣因带阮平淡的路就近恁，也愿主，互恁三听，俗听正人义法充满，亲像阮会听恁，直到坚固恁的心，诚诚无通嫌。伫咱的爸上帝面前。伫咱的主耶稣甲伊拢总的圣徒搁来的时，愿上帝听伊话，搁去行的人。咱即时咱要来赞美圣歌队，赞美是天使翱翔的在四方。
正道，咱要请张这个传道，伊今仔日题目就是末日来，你备办好未？末日来，你备办好未？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平安。恁敢有感觉到今年的即个寒天啊，其实无啥寒呢，对无？无亲像寒天。即马已经是12月啊，我到今仔日我拢穿即个短的衫。我会记得旧年的时阵嘛是安尼吼，旧年的时阵我厝内迄领吼上高的迄领外套，我差不多穿2礼拜尔，吼，因为根本就袂冷啦。当然啊，因为我是一个较大颗的人，所以我较惊热，较无惊冷安尼。每一届吼，我若感觉到即个寒天无啥咧寒，啊热天吼，佫热到一个非常的无正常的时阵哦。我心内吼就会烦恼讲，敢是即个末日要来啊？我想到末日的时阵吼，我嘛会想讲，假使即个末日要来啊，我要怎样来面对即个问题吼？圣经的内面敢有啥物教示是针对即个末日要来？针对即个耶稣要过来的即个时阵，咱要安怎生活？吼，咱要安怎来面对？吼，上帝啊，互即个末日吼有遮尔济灾难，敢是要甲咱吓惊的？兄弟姊妹啊，咱真做一个上帝的囝儿，咱应该要安怎面对耶稣会过来的即项代志啊？拄则讲到末日有可能要来，是因为我感觉吼，即摆的天气，甲我细汉的时阵。已经真无共啊！吼，但是我嘛会思考讲，若准讲即个气候的改变啊，天气的不一样吼，敢真正就是末日要来啊！上帝敢有予我一个聪明智慧，予我知影讲末日当时会来。咱来看圣经是安怎讲的？末日当时要来吼，伫马太福音的即个所在。伊讲，若是论迄日迄时，人毋知，天使嘛毋知，囝嘛毋知，独独爸知那定。对即段经文，咱会当了解一项代志，就是末日的日期啊，是无人会当知影。为虾米无人会当知影？这经文内底讲，人毋知，天使嘛毋知，囝嘛毋知。囝若是毋知。就是讲，耶稣嘛毋知。若是有一项代志是连耶稣拢毋知影的代志，敢有人有可能会知影即项代志？无可能，对无？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耶稣讲了非常的清楚，即项代志只有天顶的爸知影。那安尼讲起来，咱会当了解，会当确定一项代志，就是啊，若有人讲伊知影耶稣倒一天会来。这个人所讲的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因为耶稣讲，无一个人会知影这项代志，所以若是有人讲伊知影，咱就要特别小心，特别注意这个人是毋是耶稣所提醒的迄个假的先知啊。嘛要特别注意，这个人所讲的迄个要来的，有可能就是耶稣提醒咱的迄个假的基督。这是一个足简单的方法。来帮助咱分辨即个假先知的方法，咱就爱会记即个教示。咱继续来看吼，后一段经文是安尼。后一段经文同款伫咧马太福音的24章，伊讲，因为大水会大升遐个日，人会因食嫁娶，到哪下日大船的伊，竟然毋知，到大水到。一阵未阴，灵主过来也要安尼。对这段经文，咱会当看到耶稣讲，伫那的时代，人并无注意啊，这个大水要来。结果啊，除了那一个人以外，所有的人吼，拢互迄大水淹死。耶稣的意思是讲，伊过来的时，咱人类咱遮的人类嘛无要抵御这项代志，所以。咱会当知影，迄个时阵
人会照常过平常时迄款的生活。耶稣过来对因来讲是完全无有调的。第三段的经文，咱来继续看。伊讲，所以啊，恁着爱避万变，因为恁无拍算的时，恁主就来啊。这段假释对我来讲啊，是一个真困难去顺服的一段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吼，耶稣讲，耶稣甲阮提醒讲，咱着爱避万变啊，因为伊要来。吼，当然啦，耶稣要来吼，咱当然爱避万变啊。但是要安怎避万呢？爱避万到什么程度？避万到当时？避万到什么时阵呢？避万到什么时阵呢？耶稣讲吼。恁无拍算的时，我就来的，我就要来啊！安尼讲起来，这个避万的工作，应该是完全无休困的时间。因为咱若是想讲，咱若是安尼想吼，咱若是想讲，我已经避万遮久啊，我即摆应该会当休困一下。当咱安尼想的时阵啊，耶稣就要来啊！所以安尼讲起来，咱为着耶稣过来。这个避万的工作是袂当休困的。我的意思毋是讲咱袂当困，也是袂当放假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咱应该时时刻刻拢毋通袂记哩耶稣互咱的大使命嘛。以上三段的经文吼，其实讲了真清楚一项代志，就是咱无法度知影这个灭离的日期。因为耶稣讲，只有爸知影，只有天父上帝知影这项代志。所以我要搁一解做一个提醒，就是讲，若是有一个人讲吼，这款人通常会安尼讲，伊会讲，今仔透早吼，圣神啊，互我一个启示。伊讲吼，民国几月几日的时阵啊，迄天吼，耶稣就要来，恁遮的人就爱特别注意，无吼，恁就会互审判。你若是有听到安尼讲吼，听到有人安尼讲，你就要知影，第一，伊所讲的一定是假的；第二啊，你就要特别注意啊，伊有可能就是耶稣爱咱封闭的迄种假的先知啊。这点啊，大家爱知影，咱毋通真做一个基督徒，一个上帝的囝儿，竟然会去相信这款话。爱会记哩，只有一个人。就是天父上帝，伊才知影耶稣过来的日子。安尼讲起来啊，这个日子啊，这个耶稣过来的日子，讲真正遮尔啊奥妙吗？讲真正咱无法度，无可能知影耶稣过来是啥物时阵吗？其实嘛，无完全是安尼吼。咱来看今仔日经文，伫路加福音的21章的25节，伊讲第2月。星星拢有掉头，伫地上日邦困苦，为着海甲影画好，着混乱。人对行赢以及听后所要伫天下的事，就分去，因为天上要震动。圣经讲有一天啊，咱所住的这个世界会发生这个灾难。迄个时阵啊，月甲星星拢会有真大的变化。启示录内底嘛有讲过，地要大震动，要变乌，亲像毛乌布；月爱亲像火，天车要坠落地。兄弟姊妹啊，你敢会当想象啊，天顶的星啊，竟然会坠落到地上啊？我读到遮吼，我拢感觉吼，这平迄电影内底啊，搁较恐怖，而且啊，日邦会拢足困苦的。每一个国家拢有因的混乱，地啊爱大震动。咱若看到这个代志要发生的时阵，代表啥物呢？咱来看27节吼，伊讲伫迄时啊，要看到灵主用关灵甲大荧光坐魂来啊。原来啊，其实耶稣过来的日子虽然足奥妙的，虽然只有天父上帝知影，但是伊有掉头，伊是有掉头的。咱若看到这个世界开始有一寡足恐怖的灾难开始发生，大个国家开始大混乱，地开始大震动的时阵，咱就要开始警醒啊！
因为啊，这就表示讲耶稣可能要来啊。咱唔知影日期，但是伊可能要来啊。讲到这吼，我家己有一寡反省。每一届啊，我若想到有一项代志吼，就是有一天我有可能爱面对面去见到耶稣的本人。我要伫耶稣的面头前创啥？要互伊审判。你爱知影，耶稣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。我这个人吼，过去有做过啥物歹代志，啥物好代志，伊完全拢了解，伊比我更较了解。我根本就无法度将家己的黑暗面藏起来。伫耶稣的面前，我是完全彻底的，完全彻底的。想到这啊，我拢有感觉有一点仔惊吓，因为我毋知影讲耶稣敢会审判我的罪过无？若是会，我敢有迄种还未认罪悔改的迄种罪过？不只是安尼啊，不只是罪过的问题啊。伊若是问我讲，小易啊，你过去吼，敢有帮助遐个灵魂得到救？我若是讲我有帮助过，伊会继续问我讲，好，安尼你帮助过几个灵魂得到救？你敢有尽心尽力去做这项代志？若是耶稣伫我的面前安尼甲我问啊，我会讲哦，我的上帝啊，我毋知影，拜托你莫问我这个问题啊，我会感觉足见笑的啊，我会感觉足见笑。兄弟姊妹，若是你咧？若是你咧？你敢会烦恼讲有一天你会伫耶稣的面前，可能你爱回答这个问题？兄弟姊妹，我会问你讲，你敢准备好啊？你敢已经准备好伫咧耶稣的面前，对着伊的面，甲伊讲：我的主人啊，我即个奴仆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会使甲你讲，我过去所做的，遐无应该做的，我已经认罪悔改啊；遐应该做的啊，我已经尽心尽力去拼过啊。你敢准备好啊？现场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啊，我若是甲你讲5分钟的以后，耶稣就要来啊！你敢准备好来回答这个问题啊？可能你会甲我讲，哪有遮拄好哈？5分钟以后伊就会来，无可能吧？兄弟姊妹，你千万毋通安尼想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讲啥？耶稣讲：恁无拍算的时，我就要来啊！所以有可能有一天，你想讲伊袂来，伊无可能会来。伊应该袂来的时阵，伊就要来啊！你无想到的时阵，就是耶稣要来的时阵。咱到底要安怎面对耶稣随时会过来的这项代志呢？咱来继续看吼。兄弟姊妹，拍者，兄弟姊妹，拄则我讲到，我就烦恼，我要面对耶稣过来的这项代志。我是咧烦恼什么代志？我的心内真正烦恼的代志是啥物？我讲较白哦，我烦恼的应该是，我怀疑讲家己刚已经得到救啊！我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经得救，可以进到天国里，这是我里面最担心的一件事情，对不？所以讲到这哦，咱要爱讨论这个得救的这项代志。兄弟姊妹，我请问一下吼，咱得到救是为什么？圣经内底吼，我知影恁心内拢有一寡答案吼，但是圣经当中有2个足重要的条件，互咱得到救。恁敢会记哩？来，我来看这段经文吼，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，是对信。和合本圣经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个恩典所讲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这个信呢，咱讲这个信是啥物？简单讲，就是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啊。那安尼，我要继续请问讲，咱得到这个救恩的时阵是啥物时阵？是啥物时阵？咱得到救恩的这个时间点是啥物时阵？其实足简单的吼，就是咱受洗礼的时阵，对吧？好啊，这个信呢，这个信心的这个信呢，这个信是啥物时阵出现伫咱的心内？应该是受洗礼以前就有出现对吧？因为若是无这个信心，阮就无法度
愿意去受洗礼。所以正常来讲，我讲正常来讲吼，但是信而受洗，信而受洗，所以我们怎么样？因信称义啊！所以我们因信称义，对吧？每一届讲到因信称义的时阵吼，我会问大家一个有一点仔无礼貌的问题啦。我要安尼问吼，若是咱已经因信称义啊，咱已经得着救啊，咱非常确定咱会去天国，会去一个好的所在。当咱非常确定这项代志的时阵，是毋是啊？咱就会使倒咧遐等死啊？为什么我会安尼问呢？为什么我会安尼问呢？因为我已经确定我是一个天国的囝儿啊，我确定我会去天国了。所以我受洗之后，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了？我就等着我的生命死去，等耶稣再来接我。刚是安尼。好，若是你讲唔是等死就好，只有信心是无够的。若是你安尼讲，我就要问你讲，你是不是无认为耶稣的救赎是完全的救赎？因为你想要靠你家己的行为来为你家己救赎。你就是讲耶稣的救赎是无够的，需要人来帮伊补足。你的意思是毋是安尼？若是你准讲你想要靠一寡行为，互你家己得救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若是无，你若相信耶稣的救赎是完全的，为什么你袂使倒咧遐等你死去就好？等耶稣过来甲你接去就好？为什么袂使？兄弟姊妹啊，我相信咱当中有一寡人应该感觉讲，无应该只是等死等耶稣来，咱应该做一寡代志，这是无毋对的。但是为什么咱袂使等死就好？咱来看雅各书的这段经文，伊讲：我的兄弟啊，人讲有信，也有行，也无行，有啥物利益呢？这好信，敢会救伊吗？雅各书的作者讲了真清楚，但不只是信就好，搁要行出来。但是安尼讲起来，咱讲是因为行为才成做一个义人，这毋是真违反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吗？咱毋是因为信才得着救吗？哪会使讲是因为行为呢？咱来继续看雅各书要安怎讲。伊继续讲伊讲要有人讲你有信，我有行，你用无行就互我看你的信，我就对我的行互你看我的信。搁一届咱慢慢来看。伊讲你有信，我有行。你无用行，就互我看你的信，我就对我的行，互你看我的信。兄姊妹，你有看出来无？你有看出来无？这雅各书的作者，伊所强调的到底是行为，也是信心？信心对无？信心对无？好，为什么但是伊强调的信心，为什么伊爱讲行为呢？因为伊要透过好的行为创啥，来宣告伊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伊的行是要证明伊是有信心的人，毋是讲伊要靠行为来得着救，千万毋通误会。既然安尼，为什么要强调行为呢？兄弟姊妹，我要请问一个问题信心这个物件，咱讲信心这个物件，信心这个物件，敢是咱看会到？摸会到的物件，无法度无法度，咱无法度看会到一个人的信心，也是摸会到一个人的信心。若是有人甲我讲，团导我感觉你是一个我讲譬如譬如有人甲我讲，团导我感觉你是一个最有信心的人，我就会甲问讲，你讲我有信心我来问你，我的信心是75分，还是80分，还是85分？伊无法度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信心是看袂到嘛，摸袂到的物件。所以咱敢会当等死就好，这个问题无可能咱不可以安尼。反而我们要借着我们的好行为，宣告我们对上帝的信心。因为这信心
必须要透过行为来证明。所以啊，这好的行为是要宣告大的信心。这就是阿哥斯所讲的，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。好，有以上的认识，咱来继续讨论耶稣搁再来的这个问题。咱一开始的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讲，要你来的时阵，你敢会惊？其实你若听有我拄则所分享的这个得救的条件吼，咱就无应该惊耶稣搁来的这项代志。咱应该是第一讲，要怎样透过敬虔的好行为来继续宣告咱对上帝的信心才对。我想这点应该是已经无问题。有这个认识吼，咱来继续看今仔日的经文。耶稣搁再来的这个目的是啥物呢？路加福音21章的28节伊讲，拄有这个代志，恁着挺身起来抬头，因为恁赎回君啦。咱爱特别注意上后一句，耶稣讲，灾难以后啊，我过来的时阵。是要赎回的日子，毋是要甲你定罪的日子啊！毋是要甲你定罪的日子。咱爱真清楚，耶稣过来是要创啥？伊要甲遐个听候伊的人接去到天国内底。甲赎罪这项代志已经完全无关系啊！虽然讲，咱无需要惊赢这个捌字的灾难。但是，咱应该知影，迄日来的时阵啊，咱需要做啥物？同款伫即礼拜经课表的中间啊，有另外一段经文是安尼甲咱教示的。咱来看，伊讲：所以兄弟啊，咱伫一切共悲患难的中间，对恁的心，为着恁受安慰，因为恁若徛在伫主，阮着活。原来吼，对保罗先生来讲。伊受安慰甲鼓励，伊会当有气力活落去，是因为伊的兄弟对神真有信心。而且伊看到伊的兄弟徛在伫主的内面，伊就受到安慰甲鼓励。想到这项代志啊，保罗先生就感觉讲，伊会当活落去。伊继续讲啥物呢？也愿主互恁三听。煞听正人伊发充满，亲像阮的听恁。保罗先生继续甲因鼓励，因爱这的兄弟吼，继续相听。伊家己嘛继续相听，甲因相听，听这的兄弟。就是讲啊，这正人啊，这些人啊，全部爱成一堆啊。我嘛听你，你嘛听我，大家拢听大家安尼。保罗先生讲这个目的是啥物呢？咱继续看。到第3章的第13节讲，至高坚固恁的心，这声无通向伫咱的父上帝的面前，伫咱的主耶稣甲伊拢总的信道过来的时，圣经和合本说：好使你们，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的父神面前，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原来啊，咱若是想要到耶稣过来的这个时啊，真做一个无通向的人，咱就爱彼此相听，彼此鼓励，互咱有气力通好活落去。亲像阿哥斯所讲的，咱就爱继续行出这个好的行为，来宣告咱对耶稣的信心。安尼啊，咱就会当伫耶稣过来的时，做一个无通向的人。这就是捌你要来，咱应该坚持的这个价值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已经透过你的恩典得到救，也因为你的听，互我愈来愈有信心。这个恩典加信心，互我有法度伫你的面前会当摇头。因为我知影你过来的时，是要互阮接去一个非常美好的所在。愿你帮助咱的教会，这个群体可以不断的彼此相听、彼此鼓励，
到你过来的时，咱拢爱安尼行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这是咱个三个来唱圣诗，圣诗第587首。我毋知明日会怎样，我毋知明日会怎样。咱起立来唱全首。我免担忧，我无求，我日何日干？有时阵黑暗你将来我将愿望，主保守，跌脚稳当。我逐日甲主同脚步，伊在我头前路途，做事明日会临到，做事我得明了，我深知。掌管明日，伊牵我一路行头，每一步若行若光明，亲像开紧倒退，我等待。跟过去，我心永无痴恋，伊美丽彩虹的尽头，青山岭甲天山，做事明日会临到。做事，我得明了，我深知主掌管明日，伊牵我一路行头，我不知将来的日子是要我。也是伤悲，伊连做有样似悄悄，伊的话，予我教了。低头前虽然有水花，有痴恋，也有苦悲。有主引带我路站，伊保卫，甲我遮靠。做事明日会临到，做事我得明了，我深知。掌管明日，伊牵我一路行头。
会场请坐来奉献，请陈柏炎、王文光。咱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。这是我来报告的大声，咱先读今仔日的金句，伫周报的上后页，我念一解，三解来念一解吼。直到坚固，恁的心诚诚，毋通嫌。伫咱的爸上帝面前，伫咱的主耶稣甲伊拢总的圣徒搁来的时，擦撒罗尼迦前书3章13节，请。主耶稣甲伊拢总的圣徒搁来的时，擦撒罗尼迦前书3章13节。直到坚固恁的心诚诚，无通嫌。伫咱的爸上帝面前，伫咱的主耶稣甲伊拢总的圣徒搁来的时，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3节，咱掀开第一页，12月份一周中日，陈建州长老、陈碧莹执事、刘明洲执事，咱内容咱家己来看。周间的聚会，咱若家己来看；教育部课程，咱若家己来看。伫教会小组的聚会，咱有分这小组，咱有缘家己来看，到伫咱就近的所在来参与。咱来掀开第4页，奉献的明细，咱若家己来看，但是奉献明细，但是有错误的。请接续中日来更正。咱掀开第5页，消息报告。本主日12月7日为大港节第一主日，由2018年新婚夫妇王派依、王香韵点伫大港节的第一期5梦的蜡烛。12月份伫月中日，长老陈建州。执事陈碧莹、刘明洲，下晡1点半伫9楼召开主日学。
会议，请同工老师各班的主任出席。咱即时要来举行12月份生日，咱家己名单顶面的，咱当出来。好，来，咱伫名单顶面的，咱会当出来吼。耶稣日12月初9，为着普世圣经纪念主日，欢迎道中人牧师前来本会讲道甲请安报告，请为其事工的代祷甲奉献。第二，为着大港节第二主日，对伫2018年新受洗的兄弟蔡进煌、潘伟文、蔡念之、彭玉锦、岳华云、黄亮渊、黄秀玲、黄实惠等代将节，点伫大港节第二期的和平的蜡烛。中昼12点，伫七公里召开圣诞福音餐会，即个道长的会议。咱道长的会议吼，因为人真济，38只道吼，咱对咱的公报呐，也是咱的遮即个会当看伫吼。咱后礼拜，咱遮的道长要开会啦吼，要开会，咱来参与。组长吼。请传道部部员甲相关同工出席参会。再来下晡1点半，伫七公里会议室召开2019年上半年施工协调会，甲12月份定期中执会，请中执甲各团契首长出席参加。会后继续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。教会消息：2019年行事历小组聚会表、团契聚会表。
已经公布伫4楼公布栏，请会友详细来看。若是问题，请公告刑事律顶面来修正，并确认无有其他的服侍事工的冲突。落去的这咱家己看，教界的消息。2018年创新宣教研讨会伫北部场，时间是12月7、8拜六8点半到4点20分，地点是古亭的教会，费用每一人200块。报名到伫台湾长老教会宣教基金会网站来报名。圣诞节活动的预告，伫昨咱已经有将咱的迄个。请大家预备心，共同参与传福音，甲庆祝主基督诞生的降临。伫布置11月，咱已经有布置好势。点灯伫昨咱暗8点半，伫咱的教会4楼集合了后，咱练歌祈祷。咱有分5路，咱嘛出去报佳音。7点教会门口来点灯，咱也已经完成吼。点灯的日子，点烛的日子，咱有分12月初2。连续有4个主日，共同安排4组的会友来读礼文以及点睛吼。咱遮个下面的这个人员，咱家己来看。报佳音伫12月19，也是适当的时间，对象是社区家庭养育中心，也是幼儿园吼。暗时晚会12点15，暗时。7点到9点有一个舞台剧，一个朋友，这个题目是一个朋友吼。福音主日12月16，上午9点半到11点，伫咱教会4楼要来庆祝了后，咱有福音餐会，伫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半，伫汉平的酒店酒店咱伫遐要来举行。赞美礼拜12月23，上午9点半伫教会4楼。要来举行，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直接来做介绍以及补充的报告。大先直接介绍第一位来到咱中间的一位姊妹赖品秀姐妹。在这楼上好，来我们掌声欢迎她。好，伊是这个家珍带来的朋友啦，好，家珍带来的朋友，好，请坐，欢迎您。好，直接牧师嘛要来直接补充报告啦，吼，咱过去拢将咱的注意放伫这个12月16，这个福音的这个主日，总是咱知影讲，这个圣诞的晚会刷会到什么款日期？15号啦，吼，因要演什么戏景？一个朋友啦，吼，所以上至叫恁来时阵爱带几个朋友，开拢无爱甲我引嘞，上至叫带一个朋友来看一个朋友嘛，吼，毋茫讲咱可能即届圣诞的逐种的活动吼，其实阮拢毋茫是用传福音的即个方式，所以伫下暗是15号的即个下暗的演剧，毋茫。咱带咱少年的朋友，咱厝近隔壁遮个少年朋友会当带来看即个戏剧，吼，像即个戏剧所讲的，至少带几个朋友，一个朋友啦，没有说禁止只有一个啦，吼，你要带2个、3个都欢迎啦，吼，好，即个主日是大港节第一个主日，咱嘛一定点到即个第一支蜡烛，照头过咱即个刘团长所讲的，咱得用一种期待总是谨慎安尼的态度来面对即个圣诞的即个庆祝。因为主耶稣当时要来，毋知随时就要来对无？所以随时拢爱谨慎。好，咱嘛来感谢用普话声来欢迎今仔日拍甲相运嘛，甲咱做伙来服侍，好，直接来点烛，哦，即个第一支的蜡烛安尼，好，头个几笑圣诞。对吧？毋是生日快乐吼！我翻头看蜡烛，雄雄要讲吹蜡烛啦。好佳在我有阻止这个冲动啦吼。毋茫即个12月15、15号、16号，真正邀请咱福音朋友
无得有做伙来参与。以上是只做补充的报告。这是咱的上言第395首，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。好，咱起立。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少年因带我你相见，心内罪恶伫你面前，对主无悔打地。愿你所有我命真理，入我心内的恶轨迹，献出仁爱最后模样，因传我灵魂地球，愿历史山求主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就是你保护的了坎，互阮一尽成成。愿天父上帝你的主爱，就是互阮伫世间会当听到福音，有个我的应允，甲永远我的毋忘。愿信心的相通引带，互阮伫世间常常得到你的提醒，来跑走这条正常的道路。愿三位体上帝你的神帮助阮，会当互阮常常有好的款式、好的见证，通好来荣耀主上帝你的名。互阮听候主耶稣搁再来时，甲你做伙享受一阳光内底，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会场请坐，祝歌。
定乐木岛。咱起立来行平安礼。